民眾如果要領錢，但是戴着口罩或帽子，甚至是遮住臉部的東西，警報聲馬上就會響起。這是台南市府與中信銀行所合作布建的 AI 防詐 ATM， 第一波在車手提領熱點設置70台，可以增加車手提款的難度，也降低車手這個得逞的這個成功率。那另外呢，如果是被害者，因為我們知道民眾被害的時候，他常常是在被詐騙集團在牽着鼻子走，就是說教他怎麼樣按這個 ATM， 教他怎麼處理啊。結果呢，他如果一邊講手機一邊來做ATM 的操作的話 ，ATM 本身也會有知覺，結合語音提醒與畫面警示功能，能在操作過程中主動偵測可疑行為，與警方建立聯防通報機制，協助及時掌握異常交易，提升攔阻成功率。車手如果是有一個人多卡的這種交易行為，甚至是在不應該的時間，根據這個持卡人他過去的交易記錄裡面，他如果在不對的地點，我們也會偵測出來。公私協力，透過科技應用，提前阻斷犯罪行為，守護民眾的辛苦錢。中信銀行目前在全台有超過500台 AI 防詐 ATM， 當系統判定交易潛在詐騙風險時，將立即終止或重新確認交易，降低受騙的可能性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